最近伫安北路的巷弄内，时常会当看到一位低着头顶、摕着棍仔的人，伫草仔内底并来并去。其实伊毋是咧掠贼头，也是咧掠鸟鼠。原来伊是为了这种生活伫陆地上的凶狠圆轴蟹，因为这种螃蟹平常时是生活伫咧路上，只有伫繁殖期才会转去到海内底生产。但因为现在马路上的停工，和凶狠圆轴蟹找无正确的路线。常常行上马路被车告死，如此也让这位来自德东高中的老师陈应桥讲唔甘，所以为3当前就开始自费来到安平拯救蟹命。暴龙母蟹它必须要将它的卵在海水中释放出来，所以它必须要到海水，所以它们就会出来。但是因为路灯的关系，他们理论上他们是循着月光做导引，但是他们会把路灯当作是月亮，就跑到马路上，然后就被碾。所以到马路上并不是他们正确的路线，他们必须要往这边走，所以我就会把他们引导到他们该去的地方。那他们也可以选择不要出来，但是他们为了繁衍下一代，所以他们还是会冒着生命的危险。这样，那我就觉得可以帮他一下。真侪在地人拢知影一段时间，安北路顶常常有螃蟹咧过马路，所以骑车驶车时阵拢会放慢速度，以免无细入地着。当地居民伫知影这位陈老师是专工为生殖来救命的，也拢向伊表达感谢。因为我发现这2天我都有看见他，那我昨天以为他是抓回去要吃的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又看见你们来，我现在忍不住了，所以我就过来问说：“你到底要干嘛？”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觉得他这个行动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对，太感激你了。每当的7月到8月是凶狠圆轴蟹繁殖期。陈老师伫这段期间，拢会来台南住3天，平均每暗开3点钟，将凶狠圆轴蟹为马路顶带到堤岸去放生。伊表示，这种螃蟹有轻微的毒性，袂当食，而且凶狠圆轴蟹是台湾体型上大的陆蟹，为了繁衍后代，行唔到马路，而失去性命，真可惜。呼吁民众若是看到，会当尽量帮助因到海边，不过嘛要注意马路上的车流，以免受伤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